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学离相，外离相，内不乱，外禅内定是为禅定，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从自己内心做功夫。菩萨呢戒经语，我本性言自清净。好啦好啦。在呢这个菩萨的戒经里面戒律里面，所以我本这个本就是原来我呢本来本性就是言自清净，言跟本是相同的就是本来就是清净，本性呢本来就是清净，但是因